中秋节将要来到，有立议员李启伟结合真侪善心人士甲企业，共同发起的关怀绿色活动，日前募集了甲合用的投影机、布幕、现金甲白米等，捐予朝兴基金会附设的启灵中心。由立启灵中心的执行长徐培凯代表接收。中秋佳节的前夕我们很感谢这个社会上各界这个都相当的一个温暖今天我们跟这个潘姐一个退休的书记官，还有我们少光实业的何董事长阿哥他们背后也都有一群这个默默行善的善心人士来为潮兴这样子送暖还有捐赠一些平常这个基本需要的物资就米跟他有几斤其实李启维议员他就是长期一直关注我们身心障碍福利的议题，然后也一直支持我们潮兴启能中心很久了。然后刚好这次遇到我们机构，就是我们投影机跟布幕太旧换新的部分，那也感谢潘前书记官他有这样子引荐这样子那个少光实业董事长何董的资源进来，然后帮我们认购这样子一个设备的太旧换新那对我们单位在执行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教学的活动中间可以更游刃有余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潮兴启能中心一直在专注于烘焙的作业活动上面的一个让憨儿学习工作自立。那我们今年有推出我们憨心人的月饼礼盒啦那也是正在就是在热销中啦。那如果民众有意愿的话，可以到虾皮卖场去搜寻憨心人，就可以来响应我们的礼盒的那个公益采购的部分。东港的捐赠除了现金7万多块，另外还有白米1600多公斤。为了帮助憨心人，另外朝兴基金会嘛推出中秋应景的月饼礼盒，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电商的卖场搜寻憨心人的礼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